各位網友，又係聖經科研集社同大家見面，我係何元東 Tony Ho。呢一集咧就係同大家繼續分享呢個聖經密碼，因為回應吳宣靈博士所講嘅從聖經中尋找聖經密碼呢段片。咁呢一段影片咧就係呢個系列嘅第二集，第二段片嚟嘅。咁咧就係講到吳宣靈博士咧就講，佢最唔能夠接受咧就係冇規則嘅排列。佢就冇規則嘅，即係話你任你將嗰啲字母壓扁啲，咁啊長啲，拉長啲，拉闊啲就扁啲咁樣，任你搓圓撳扁咁樣，不斷，我唔好明咩不斷推不斷猜，即係意思即係啲字母啊咁樣搓圓撳扁啦，即係你一定揾到啲嘢出嚟嘅。咁佢最唔能夠接受呢個冇規則啦嘅排列，咁同埋咧會總揾到啲嘢一兩句咁樣，總揾到啲。仲有就係嗰啲響音要自己加上去，咁佢覺得係呃人嘅。咁我同大家討論下呢幾個問題，即係聖經密碼嘅規矩咧。上一段片咧就同大家講過嘅，呢度 The Rules， 咁佢講得好清楚嘅。第一就係可以由任何一個字母開始嘅。第二咧就係可以向前即係由右至左咁樣數， backwards 就由左至右咁數。嗰個間距 spacing 可以由一咧即係冇間距啦。咁即係意思就話係就係嗰一個字喺舊約聖經裏面。No theoretical upper limit， 即係話個間距係幾遠咧，係理論上冇上限嘅。咁仲要嗰啲字咧，咁最好就係由一啲 independent convention， 即係有啲即係獨立嘅一啲協定，通常字嘅協定即係字典，即係你喺字典嗰度揾嗰啲字出嚟咁解，就唔好自己作啦，或者係即係自己拼啲字出嚟啦。咁希伯來文係有呢個特性嘅，可以自己拼啲字出嚟嘅。Order encoded ELS， 咁其實而家揾嗰啲咧都係 order encoded， 咩意思？咩 order 咧就係作者啊嘛，作者寫咗落去嘅。咁邊個係個作者啊？就係神啦。咁揾到啲密碼咧，就係如果嗰啲字或者 phrase 係 overlap， 即係有交集 crossover 嘅，甚至係 share 同一個字母嘅，咁佢哋之間嘅聯繫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咁解，即係上一集咪講過咯，即係個 Mary 有3個啊嘛，咁同耶穌有 crossover 嘅咧就得一個啫，咁嗰個就係耶穌母親瑪利亞。所以呢個 ELS 呢個 rule 咧，其實佢呢度講到好複雜，其實就得一個啫，就係等佢，就係得一個。呢度有講啦，呢個咧就係 Living Word 嗰個 channel， 你打對 Living Word 咧就揾到呢個 channel 噶啦。咁佢呢度咧就可以有一集咧就講 Yeshua Jesus is my name， 即係又係講以賽亞書嗰個，即係上一段片同大家講過嗰個 Yeshua is my name 嗰個聖經密碼。咁佢呢個影片裏面有講到嘅 The Bible is unique and supernatural and point to Jesus， 即係嗰啲密碼啦。Bible is unique，
嗱，呢個就係吳春蓮博士好，即係佢覺得最唔能夠接受嘅地方，就係冇規則嘅排列。咁佢話你聽，係排列係點樣排係冇意思，對嗰個密碼係冇影響嘅，冇關係嘅。咁所以係冇呢樣嘢叫做排列嘅規矩，冇嘅。即係譬如1000個字母，你可以排成50個字母一行，你咪排到20行啦。如果你排成20個字母一行，你咪排到50行啦。如果你排成10個字母一行，你排到100行咯。至於你去出版啲書，咁你唔可能100行一行咁長，你一頁印唔晒噶嘛。你以為最好就係闊啲咁樣，啱啱四四方方咁可以擺喺一個頁面上面咯，方便你印刷或者係睇嗰啲聖經密碼嘅啫，嗰啲字出嚟嘅啫。咁啊，不斷推不斷猜，你就一定揾到啲嘢出嚟，一兩句咁樣。意思即係你如果將嗰啲字母咁樣搓圓撳扁嘅話，你一定揾到啲嘢出嚟噶啦，一兩個字咁樣，一兩句咁樣，就話你唔係啊。原來呢樣咧係希伯來聖經獨有嘅獨一無二嘅現象嚟嘅。就算其他希伯來文寫成嘅文獻，或者其他語言寫成嘅著作，係冇呢樣嘢揾到嘅，冇呢密碼揾到嘅，只係希伯來文聖經揾到嘅啫。係咪呃人嘅咧？咁其實第一你可以去揾，喺而家網咁方便，你去揾成本希伯來聖經，你可以上網揾到嘅。第一，第二，如果有人發表一個喺邊度揾到啲聖經密碼，其實你都可以去自己去驗證，係咪真係喺嗰度真係揾到㗎？譬如創世記1章1節，我揾到個聖經密碼咁樣，你咪可以去攞到希伯來文嘅聖經，你咪可以喺1章1節嗰度，你自己都可以圈翻嗰啲密碼出嚟嘅，呃唔到你㗎。因為另外，甚至你可以自己去揾一啲聖經密碼出嚟嘅。而家有嗰啲電腦軟件係可以去揾呢啲聖經密碼嘅。咁當然啦，如果你用嗰啲電腦軟件咧，我就用唔到嘅。點解咧？第一，我個 keyboard 你打唔到希伯來文嘅。第二，我唔識希伯來文，即係譬如香港如果用希伯來文講係點講咧，我都唔知。咁我點樣搜尋咧？搜尋唔到噶，係嘛？即係如果係識希伯來文嘅人，佢個 keyboard 就打到希伯來文嘅話咧，其實佢可以想用啲軟件咧，就可以揾到佢想嘗試揾嘅有冇存在嘅密碼嘅，任何人都可以嘅。咁所以咧，呃唔到人嘅，即係我唔可以話譬如創世記第一章25節26節有個密碼喺度，我呃唔到人嘅，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去驗證究竟1章25節26節有冇密碼隱藏，個個都可以揾㗎，係咪？呃唔到人嘅。所以我唔明點解吳小聯博士話係呃人嘅。咁佢話佢花咗10年時間，終於揾到個密碼喎，就喺創世記第5章。咁其實我都揾到，不過我冇10年時間去揾。其實呢個唔係密碼嚟嘅，即係創世記第5章
裏面嗰個唔係密碼嚟嘅。咁佢所講咧，其實就係話咧，嗰10個人名隱藏咗啲意思喺裏面。咁嗰10個人嘅名咧，第一個就係亞當啦。咁亞當個名嘅意思就係人，係咪？咁第二個就係塞特。咁塞特點解叫塞特咧？其實夏娃喺4章25節嗰度，夏娃係講咗點解嘅。咁塞特就係解 appointed， 就係嗰個字 appointed 嗰個字就係塞特 Seth， 即係 Seth 嘅意思就係 appointed。咁另外咧，點解佢唔係密碼咧？因為挪亞嗰個名咧，咁拉密叫個仔叫挪亞嘅時候咧，其實都有講點解嘅，就係5章29節嗰度，就係佢得到安慰。原來如果你睇翻希伯來文聖經咧，挪亞就喺度 ，comfort 就喺度，咁佢裏面咧，原來有2個字母咧係一樣嘅。咁所以挪亞呢個名咧，挪亞呢個名咧本身就係解 comfort 或者 rest 安息或者安慰咁解。呢個 Kionia House 咧就係 Dr. Chuck Missler 嗰個機構，咁佢都有篇文章講呢樣嘢嘅。呢度即係每個人名喺晒度嘅，點解有咩意思？咁佢 summarize 咗喺呢度。咁即係話咧，其實所有除咗希伯來文本身，其他翻譯嘅聖經都只係譯音，就冇將嗰個意思咧係譯到出嚟嘅，冇嘅。咁即係話，如果你睇中文，亞當、塞特完全冇意思嘅，對佢哋嚟講，只係個發音嚟嘅啫。但係如果識希伯來文嘅人咧，睇到嗰啲字咧，佢就知個意思啊。即係呢啲字，咁佢其實都係嗰本 Cosmic Cookes 裏面咧都有個 chapter 就講呢樣嘢嘅。即係上一集同大家講過嗰本書啊，都有一篇係講呢個創世記第5章所10個人隱藏嗰個信息，就係呢度啦。點解係個隱藏信息咧？就因為咧，你係要新約嚟到嘅時候，即係耶穌降生，跟住耶穌傳道，跟住耶穌，因為耶穌傳道就教導人啊嘛，呢度講到 teaching 啊嘛，教導啊嘛。咁耶穌傳道，跟耶穌被釘十字架 ，his death shall bring 啊嘛，即係佢嘅死亡就佢耶穌釘十字架。咁即係所以咧，呢啲意思係要喺新約嚟臨嘅時候咧，我哋啲人先明白嘅，所以係隱藏信息。咁呢本書裏面揾嘅呢本書 Cosmic Cookes 嗰本書，吳宣聯博士話佢揾到密碼就喺創世記第5章。咁我就話呢個唔係密碼，點解咧？因為咧，成部嘅希伯來聖經咧，只係第5章裏面嗰個可以從嗰個家譜揾到隱藏咗嘅福音信息嘅啫，即係冇第二個家譜咧係有呢個特性嘅。咁嗱，聖經密碼唔係嘛？你喺呢度揾到，第二度有揾到，唔同嘅經卷、唔同嘅章節都可以揾到一啲聖經密碼噶嘛。但係創世記第5章呢個咧，只係喺呢度有嘅啫。
個信息隱藏，原因個意思即係名字嘅意思咧，其實第一塞特同挪亞嗰兩個名咧，其實經文本身有交代佢哋嘅名字嘅意思嘅，而其他名字咧，就你識希伯來文咧，你都會睇到出嚟嘅，即係其實個信息好清楚嘅。只不過譬如好似我就咁計啊，我真係睇咗聖經咁多年，我都唔知道嗰10個人名有意思嘅，我都唔知嘅。我都係睇咗 Dr. Chuck Missler 嗰個 video 之後咧，我先哇原來咁嘅。即係所以你識希伯來文，你就好清楚睇到裡面嘅信息。但係如果呢個新約之前嘅人，你睇到嗰個信息，你知唔知佢講咩啊？唔知㗎，因為耶穌未降生，耶穌未釘死十字架，你都唔知裡面講嗰樣嘢係講乜嘢。你係耶穌釘十字架之後，你先知哦，原來嗰度講嘅係講耶穌。所以咧，嗰啲信息係隱藏嘅，係要喺新約來臨嘅時候咧，人先會明白嘅。嗰啲信息隱藏嘅，邊個人將啲信息隱藏喺度咧？你記住喎，創世記係主前1500幾年寫成嘅，咁即係話邊個先能夠知道1000幾年之後發生嘅事啊？只有神先知嘅啫。所以邊個係將嗰啲信息隱藏咗喺創世記第5章裏面咧？就係神佢自己。神用咗超過1000年嘅時間安排呢10個人，用呢10個名字去組成個福音信息。咁但係呢隱藏信息係要到耶穌釘十字架之後咧，我哋嘅人咧先會明嘅。所以稱為隱藏信息，就唔係聖經密碼。完啦喎，第2節又完啦。咁我會好快拍埋第3、第4節。咁如果你喜歡我個頻道咧，就請你訂閱、按讚同分享。多謝，下次再見。願創造之主與你同在，賜福與你。阿門。